再來看，這今年第9號強烈風颱巴威，雖然離台灣閣真遠，也毋過強度甲暴風圈閣會繼續增強。氣象署嘛指出講，風颱的結構真完整哦。上緊拜四就來發布海上風颱警報，拜五、拜六是上倚近台灣，台灣各地風雨恐驚攏會真大，所以氣象署嘛呼籲講，愛做好準備。這幾天的天氣是真燒熱，到拜三進前攏是這款熱人的天氣。不過氣象署提醒，愛真少觀察強烈風颱巴威的路線。目前風颱離台灣有2700公里遠，預估這個拜五、拜六會上倚近台灣。雖然強度會小可減弱，不過暴風圈的範圍也是較大。按算禮拜，風颱才會漸漸離開。在8號之前，大致上是以穩定西進，受太平洋高壓南側的導引氣流影響。不過9號之後，慢慢的會往比較偏北的方向去移動哦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其實靠近台灣的時候呢，整體的誤差範圍都還是比較大的，所以它偏東偏西其實都還是有比較大的不確定性。不過有限於這個颱風的強度比較強，大小也比較大哦，所以說它在靠近台灣的過程當中，一定會影響到台灣，為台灣帶來一些風雨。氣象署表示，受到風颱巴威的影響，拜三開始，基隆北海岸、東北部沿海甲恆春半島可能會有大雨。氣象署預計會在拜四發布海上警報。若拜五、拜六，巴威上倚近台灣的時，台灣各地風雨可能攏會較大，尤其是北部甲外山區，可能會落大水雨。10號、11號呢是受到颱風最明顯的一個時間點了。我們可以看到全台各地都是容易會有下雨的狀況，在北部地區、中部的山區，還有東北部地區，可能都要留意會有豪雨、大雨或豪雨的狀況。所以要提醒在北部山區還有近山區的朋友，一定要留意這一波帶來的雨勢。另外還有風勢也會有比較明顯的影響。若拜一到拜三，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，各地也是真燒熱。氣象署表示，在雙北地區、東南部外山區、甲花東暢谷，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。過到了後，北部、南投、甲山區，可能會落局部短暫的雷公風。氣象署也提醒民眾，趁拜一到拜三的好天，檢查排水的設備，把扛棒固定好勢，做好防災的準備。記者歸有記者桂林台北報道。